譬如你北韓嘅啦，如果你話金正日而家究竟點啊？如果我哋嘅國家領袖有啲消息傳出嚟，冇露面幾日嘅時候，突然間有個消息話透露話，如果我報道講就咦好似我哋嘅某一個領導人而家生病或者咩？呢啲算唔算咧？又算因為根據中國保守秘密法同埋過去嘅案例咧。最高領導人即係包括政治局委員咧，個身體健康資料本身都屬於國家機密。好啦，另外有啲譬如啲三中全會咩大會嘅時候，有啲嘢可能之前咧已經係收到個稿，或者唔知從某一個渠道攞到嘅時候，我披露咗出嚟嘅時候，算唔算咧？邊啲係界定咧？算有過去嘅經驗。1992年梁惠文事件咧，就係將中共七中全會即係14大七中全會、13大七中全會嘅某啲文件咧，就喺快報全文照登，結果就俾人拉咗。咁即係最後拉咗判咗12日，咁後來放翻落嚟啦。但提供佢文件嗰位《人民日報》記者吳士森咧，就判咗無期徒刑嘅。係啦，譬如我哋收到啲料，如果我唔知道有啲某一啲嘢，我哋真係唔知邊啲話叫 classify 係機密嘅。點樣定斷我哋當我哋報嘅唔知嘅？點定斷好簡單，全世界都係嘅，就由有關部門咧，即係主要係國家安全局或者公安局咧，本身就將佢鑑定嘅係咪機密嘅。好啦，再推啦，即係話叫我哋澳門，我哋報界我哋評論原來全部你最好咧。嗱，先講就唔好講呢個中央，即係中央嘅全部唔好講嘅就最好啦。而家就嗱，我冇呃你㗎，因為機密係輪唔到我哋特區政府界定係咪國家機密嘅，一定係由嗰個中央嘅有關部門出咗證明佢係咪機密嘅。係啦，連我哋都唔界定到啦，政府界定，即係話得嘅時候咧，因為佢哋中央國家最好咧就凡牽涉國內嘅事件咧。我哋新聞界或者我哋咩都好，都唔好講啊！呢個就話會唔會咁啊？引申到咁樣啦？梗係唔會啦，因為最緊要裏邊冇個披露問題啊嘛。嗱，我同你講呢就成個草案裏，我最滿意就咩咧？我滿意啫，人哋滿唔滿意我唔知啊。就係佢冇咗呢個叫我哋叫葉劉版嘅呢個裏邊嘅非法管有同埋非法披露兩個條文。非法管有嘅意思即係你街邊突然間踢到一份文件，份文件拎咗翻屋企，或者有人寄個郵包嚟你屋企，咁你唔得閒拆開，咁突然之間紅一堆警察衝到屋企抄到個郵包出嚟，呢個機密文件呢個就叫非法管有啦。邊個寄俾你嘅？我唔知，但係你管緊、你持有緊、你管理緊，你就已經中招噶啦。咁仲有非法披露點咩？即係非法報導啦 ，release 英文叫做，即係等於英文嘅個 press release 個意思。咁你攞到某份文件，咁你而家就幾好睇，幾過癮，咁啊抄一段，咁啊做新聞，咁啊出嚟街或者電台電視報咗出嚟。咁第二日咧，突然之間一堆國安部嘅人去拉你，話你泄漏過機密，你犯咗非法披露罪。嗱呢個咧又影響新聞界嘅，但係好在澳門現行呢盤嘢裏邊咧，我哋係見唔到。咁我又抄過澳門嘅刑法典同埋有組織犯罪法典，亦冇呢啲罪嘅喎。咁呢就好明顯咧，我哋新聞界咧就街邊踢到份文件咧就報咗出嚟，即使佢係國家機密咧，應該都冇事。即時唔會上身。係啦，唔關新聞界事，最多就關邊個咧？就關遺失呢份文件或者將個文件提供出嚟嗰啲公務員，或者有公務在身被政府委託啲有公權力嘅人，嗰啲人就會中啦。所以講嚟講去咧，我就覺得新聞界如果就呢個泄露國家機密呢一點嚟講咧，就應該就影響唔大嘅，大可不必驚。但係你有其他有某啲頭先你所講嘅關於分裂國土啊、煽動叛亂啦，咁呢啲咧可能咧就法理上面嚟講要小心咯。尤其是係為關分裂國土啊、或者分裂國家呢個罪名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咧。我哋澳門過去就冇咁嘅罪名嘅，因為我哋澳門又冇咁嘅能力去分裂國家，大佬啫。澳門豆腐咁細，獨咁樣。而且澳門人就從來冇講過澳門獨立噶嘛。香港都曾經有一輪主張過港獨，就係我哋劉慧卿議員，咁後來收翻口啦，真係。曾經都講過就管治權分開。係啦。咁但係澳門就冇啊，所以我基本上嚟講就覺得分裂國土呢度咧，而家就比較關心咩咧？以後我哋澳門嘅新聞界或者啲民間人士喺處理呢個西藏獨立、新疆獨立、台灣獨立，或者外蒙古要回歸，唔係內蒙古要成為蒙古人民共和國一部分，呢四獨問題咧，可能咧就我哋以後就要小心咯。因為澳門人以前冇處理過啲經驗㗎嘛，佢就唔同台灣報紙，
又或者香港報紙時時有處理呢方面嘅問題嘅。所以而家咧，你睇整個條文嚟講咧，我諗你需要進一步分析咯，就係。所以我亦都覺得咧，40日嘅時間咪短咗啲，因為我哋未有咁嘅經驗同智慧，需要慢慢去研究，有啲細節係經過時間先能夠發現到問題噶嘛。咁40日嚟講，我覺得一個咁重大嘅法律嚟講，起碼應該你連嗰個城市規劃都要概念性規劃都要俾2個月佢啦，係咪應該俾翻佢2個月？起碼覺得即係我覺得比較合適一啲咧。不過我成日都咧覺得就係時間性唔係一個大問題咯。但係你不過唔理點好，我哋嘅時間性好有問題。呢樣咧，第3節我哋繼續討論澳門基本法23條嘅本地立法。23條喺香港一直都係個好嚴重嘅，亦好敏感嘅政治問題。咁但係我哋澳門人好似就23條咪23條咯，即係咁嘅心態睇。咁究竟係咪我哋嘅23條好寬鬆咧？如果比較香港嚟講，當然寬鬆好多啦。咁但係我哋澳門人收唔收貨咧？我想聽一聽就係阿黃東嘅意見先。我自己頭先講咗個問題就係基本上係收貨嘅，因為佢而家嚟講最緊要我認為時間同埋某啲，比如咧最敏感嘅問題係咩咧？其實係顛覆啦、泄露國家機密同埋披露啦，仲有一個分裂國家呢啲點樣去煽動嚇？點樣去定義？比如我舉個例子，可能而家仲係未清晰嘅啫。如果法輪功嘅話，佢本身屬於一個咩屬於政治，因為宗教一樣嘅。喺澳門現行嘅制度裏邊咧，佢只係宗教組織，但係佢本身又唔似話係宗教，所以就唔屬於點樣去分類佢嘅言論咧？就比較麻煩啦。好似喺度分裂緊國家咁。咁你講啫，但係究竟係咪咧？事實上我同你講好清楚嘅，佢唔係反對國家，佢係反對前國家主席江澤民。你有冇注意到法輪功到而家都冇攻擊過現任國家主席胡錦濤，或者係我哋而家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嘅？佢來就攻擊江澤民先生嘅啫。咁點解咁背後梗係有一堆理由啦？真係。咁變咗，正如阿東所講就話，佢究竟嘅你係定性嘅為一個宗教團體定政治團體咧？係啊，又可以同外國政治團體有來往嘅，你又覺得要話可以？法輪功最大勢力喺美國啊。係咯，咁點樣即係類似啊？唔好話一定係講法輪功或者點樣，類似嘅情況或者將來有啲咁嘅情況都唔出奇。其實我點樣解決咧？我哋澳門最驚係乜嘢知嘛？我哋最驚我哋澳門最大嘅民間組織叫天主教會。天主教會個頭頂上司咧就係意大利嘅梵蒂岡，嗰個係個主權國家嚟嘅喎，聯合國有席位嘅喎，咁要點樣處理嗱？呢個嘢我就覺得真係有啲問題嘅真係。就好多其實澳門好多民間團體都同國際性有啲關係㗎啦，無論你體育好、文化又好、藝術又好咯。咁問題就係有啲會嘅時候，佢哋踩鋼線嘅時候點算咧？有啲會突然間佢係一個文化組織，因為好多時文化組織咧同埋呢個政治組織咧，有時個界限咧就比較模糊一啲嘅喎。所以我就因為佢個文化組織所發表嘅文章，或者佢係針對咩嘅咧？會突然間係點樣去定義啦？就係話呢個又好多人驚境外呢樣嘢咧。一講境外嘅時候咧，就話我同外邊聯繫嘅組織。不過我就唔係幾驚喎，我因為澳門覺得澳門而家係冇政治性組織嘅喎。點解冇政治性組織咧？因為喺外國或者甚至係中國裏邊嘅案例嚟講咧，政治性組織主要就係參與政治，特別係參與政治選舉，去爭取啲公眾職位嘅呢啲團體。所以咧，你根據外國嘅判例咧，或者外國嘅法律咧，你只要一參與咗某一個選舉咧，你就已經自動變為政治組織嘅。係，所以頭先你所講話驚唔驚法輪功係個政治組織？